好，唔該晒。鄺振宇議員。多謝主席。我係用一個好遺憾、好憤怒嘅聲音去做我以下嘅演說。第一，署方嘅代表，我覺得你陷我哋區議會於不義。11月喺上年嘅10月區議會，你嚟到諮詢，我哋提出我哋嘅意見，你哋唔聽。入到法定諮詢期之後，你完全冇嚟諮詢我哋嘅意見，直到今日提交呢個最新嘅方案，你完全冇聽過區議會嘅意見。法定諮詢期完全冇聽過我哋就住最新進展嘅任何聲音。第二，你陷新界居民於不義。呢條咁重要嘅鐵路，講緊係兩地經濟龍脈，新界區冇中途站。OK， 你哋會用技術去講法。當然我哋民間有好多嘅技術反駁啦，例如話點解唔可以考慮例如話兩個起點啦，喺新界區設另一個起點，用兩架車嚟貫通咗呢條龍脈又得唔得？呢個只係其中一個講法。點解會換嚟可能會話好膚淺，我呢個做法一定唔得啦咁樣？係因為我哋對資訊嘅拿捏真係實在太少。亦都有第三樣，你哋對菜園村嘅居民實在陷於不義。我相信每一位菜園村嘅居民都係贊成興建廣深港鐵路。我同佢私下傾過，佢哋知道呢條鐵路係對國家有利益，佢自己都好愛國，佢愛香港。但係你哋將佢哋擺喺一個咩位置啊？今日喺之前去提交先後七個嘅方案，今日你哋會上就話啦，提交呢啲方案呢會影響更加多嘅村民，更加多嘅地方。好彩我哋一班嘅區議會嘅會眾唔係個個都咁容易被誤導一啲資料，可能有一兩個同事會同我講話，喂，點幫啊威？咁樣影響到隔離村喎，大佬。老實講，我想問你第一條問題，菜園村居民提交嘅咁多個方案係咪等於你哋嘅一模一樣？我會問，當日菜園村居民提交涉及到石崗軍營嘅方案去咗邊？究竟當日嘅影響，你可以同我哋講，佢嘅方案係唔合理嘅，佢個做法唔啱。但你哋唔可以私自令佢多咗條尾巴，而影響更加多嘅居民，然後造成一個統一戰線，將佢哋放咗一個位置，就係佢哋對隔離村唔住，對香港整體發展唔住。佢哋係贊成喺呢條鐵路㗎，佢哋係幫大家，佢哋係用汗水，用佢哋嘅團結諗呢啲嘅方案俾政府啊。係之前一直交俾呢啲方案俾政府，不過好無奈地，佢哋對成個嘅事件嘅資訊拿捏太少啦。佢哋唔知道你哋要一個升降嘅問題，佢哋唔知道你要距離幾遠，佢哋全部靠估啊。因為去到我哋睇翻11月，頭先有會長都講過，喺對上一次去提交兩幅圖，一幅好簡單嘅圖，一條紅線就由深圳劃到去西九龍，經過新界，我哋係冇任何諮詢討論。我哋冇任何資料，我自己本人唔係一個專業嘅人士，但係老實講，當佢哋去尋求好多嘅大學、好多嘅講師去做一啲嘅方案嗰時，佢哋曾經有一個曙光就係話，不如咁啊，我哋今次同政府一齊努力去諗一個方案俾政府去雙贏啦。我覺得你哋咁嘅講法，今日呢個方案就係講俾大家聽，我哋統一戰線啦。嗱，菜園村呢班居民提出呢幾個方案，完全影響隔離村㗎，佢影響嘅數字越嚟越多。我會喺問第二條問題，究竟你哋所影響嘅戶數呢，係講業權定係民居？以往曾經有一個爭議㗎，你哋話要影響極少嘅業權。